谁秘密？你莫甲别人讲哦。好，好，我就敢甲你讲尔。好，你先讲。若讲一个人有两步七啊，代表伊是什么款的人呢？你会使讨论哦。嘿啊，两步七啦，看起来就敢若亲像罗盘，也是分骹分我是手，感觉是。还是处理在处理代志有才调，伊有真有才调。专业的意思，哦所以咱就讲伊咧处理代志真厉害，抱起来。是，好，相信恁。意思就是国语的两把刷子的意啊，思。哦，是是这意思嘛？恁感觉是是，对，感觉是是。像个你咧，安尼我的选择就是C。是，好好，处理代志有才调，对唔对？恭喜哦，加4000块给你。是，这个音咱上好甲读轻声，所以是有两步七啦。两步七啦。对，迄后壁的尾啊，迄爱较轻较短吼。是啊，过来第二个就是讲，伊啥那叫两步七啦。一般可能这个人逐项拢会晓，足十种的啊，是啥物拢会晓，可能几啊步拢会晓。啊，伊敢若会晓两步，啊，加7步安尼。啊，毋过看起来是哦，敢若底豆油足厉害的，看袂出来。啊，过来咱上好毋好看人噗噗，看人噗噗。其实有的人真正有两步七啦，咱拢爱尊重专业。